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5月初10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依靠神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要读约伯记41章12到34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相反的，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，好领受慈爱和恩典，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。加拿大有一个妇人名叫圣安，他已活了100岁。当他年轻的时候，替人做帮佣，工资非常的低，主人呢又凶恶，他每天必须走到3里外的小山取水，十分辛苦。本来附近有一口深井，但已经干掉了。某一天晚上，经过一天的辛劳，他很疲倦，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看见一节的经文：我要在谷中开泉源，使干地变为涌泉。以赛亚书41章18节。耶和华说：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，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。这些话语激动了圣安的心，便在上帝的面前呈上他的案件，告诉上帝怎样迫切需要水。上山去取水是非常的艰苦。在祷告之后，他便躺下来睡觉，因为他已经呈上了他的案件，声明他的确的理由。在隔天早晨呢，有人看到圣安拿着小瓶子，要前往干掉的水井那里，于是就问他要往哪里去啊？圣安就回答要到水井里面去取水。那人觉得很惊奇，告诉他说：这口井不是早已经干掉了吗？圣安仍然要去，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。到了那里，发现井里已经有大概83尺的深水，又清又凉。从此呢，那口井再也没有干掉。透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无论是面对多大的难处，记得呼求神，艰辛依靠他，必得帮助。整个41章是在形容鳄鱼，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当时候他们认为是这个怪兽。这鳄鱼是指水中的巨兽，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鳄鱼在昨天我们已经提过，在以赛亚书也称之为快行的蛇、曲行的蛇、海中的大鱼。在以赛亚书27章的第1节，上帝所以提出河马和鳄鱼，无非是要叫约伯领悟到这些没有人能够制服的活物，他却能够对他们了若指掌，清清楚楚，并且呢，能够将他们治理得服服帖帖上帝最后对鳄鱼详加说明，并且有意将一切超自然的大能归之于他的身上，显然是暗示约伯有另外一个他所不认识的最可怕的快行之蛇、曲行的蛇存在。在33、34节形容他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，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，
他在骄傲的水族上来做王。这骄傲的王是谁呢？岂不是暗指撒旦？他的名不是叫大蛇吗？有可能也能够诠释这样的哦。那这岂不是在暗示约伯受苦的真正原因吗？其实是撒旦在作怪。上帝要约伯明白，纵使是这个无所惧怕的骄傲之王，他仍然是降服在上帝全能的膀臂之下，因为这位神是万有的源头，是一切的主宰啊。上帝的话最后就讲到说，他创造的鳄鱼多么了不起。鳄鱼在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个海怪，动乱的来源，但不管有多大的能力，制造多大的恐惧害怕，或者是呢对人造成多大的灾难，都完全被神来掌管，也完全被神使用所制服，只是人不能够来对付他。约伯记41章12到34节，上帝描述了鳄鱼的力量和威胁性，指出没有人能够对付它，好像在提醒我们，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如此强大的困难跟威胁性来挑战我们，可能是面对我们的疾病、我们财务压力、我们人际关系等等，这些困难可能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无力、无助感。然而我们看到上帝也要透过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，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掌管者，他有他的智慧和能力来克服任何挑战和困难，任何的黑暗的势力在他面前都要乖乖降服。当我们面对我们极大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鳄鱼无人能够对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信靠神的智慧跟力量来克服困难，走出我们的困境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是否相信上帝能够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呢？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呢？如果你相信就全心来信靠他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借着读约伯记到最后快接近尾声，让我们知道，即使是我们在苦难当中，你依然与我们同在。虽然困难和挑战可能像鳄鱼一样强大和威胁着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无助和沮丧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当我们依靠主的力量和智慧，我们可以战胜生命当中的任何困难跟挑战。我们真的求你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健康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慈爱和保护之下平安度过每一天。让我们不断来寻求主的同在，相信你的话语和应许，让你的恩典和力量在我们生命当中时时刻刻来彰显，让我们在每一个困难和挑战当中都能够靠主得胜，并且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人，来见证你的奇妙伟大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喜乐，靠主能够得胜过一切的困难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